夜遊者。今天與大家分享一幅來自美國畫家愛德華霍普的作品《夜遊者》（Nighthawks）。這是一幅於1942年創作的油畫，也是最能代表20世紀美國藝術發展的經典之作。畫中描繪了一個漆黑的街角，裏面有一家燈火通明的餐廳，與周遭環境形成鮮明對比。畫面其他部分，無論是高樓大廈還是街道，都沒有一絲燈光，路上也沒有行人，仿佛整座城市已被遺棄，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陰森氛圍。坦白說，即使在香港的凌晨時分，街上仍會有少許行人和街燈照明。因此，當我們看到這幅畫中荒涼的街道時，難免感到不自然。而這正是畫家想要傳達的感覺。事實上，畫家擔心觀眾無法理解他的意圖，故意將餐廳的燈光描繪成最耀眼的白色光管，光線甚至透出街道，整間餐廳宛如一顆燈泡，與周遭黑暗形成強烈對比。此外，畫家對餐廳光線的表現採用了誇張手法。正常餐廳的燈光不可能如此刺眼，坐在裡面的人也不會感到舒適。畫中餐廳內仍在營業，可見3名顧客與1名服務員，其中1位顧客背對觀眾坐着，另外2位男女顧客雖然並肩而坐，卻從表情看不出親密感，彷彿各自心懷煩惱，神情嚴肅。服務員則彎腰，似乎在收拾或清潔餐具。簡言之，餐廳內雖有人，但並未帶給觀眾活力感。談及此處，筆者認為與現代社會有些相似之處。雖然現代餐廳人多且嘈雜，但我們常見人們進入餐廳後皆低頭看住智能手機，即使是同桌的朋友或同事，也多是一手拿筷子，一手拿手機，彼此不交流。這種隔閡正是科技帶來的自由卻疏離的現象。從旁觀者角度看，我們與畫中餐廳的顧客又有何不同呢？若細心觀察，會發現這家餐廳似乎沒有門口。究竟是畫面構圖巧合未顯示門口，還是畫家刻意不畫門口？許多藝術研究者認為，這是畫家的有意安排，因為他希望觀眾感受到餐廳如同一個封閉空間，外面的人無法進入，裡面的人也無法離開，營造出一種孤獨感。愛德華創作這種強烈孤獨感的背景是1942年日本剛發動珍珠港襲擊，美國捲入第2次世界大戰。對美國人而言，他們長期希望保持孤立狀態。若非敵人先行攻擊，美國根本不願主動參戰。但如今敵人已踏入門口，美國不能再袖手旁觀。此時美國民眾的糾結與矛盾，心情不言而喻。就如餐廳內的3位顧客，雖同坐一處，卻無共同目標，各自為政，宛如陌生人。他們究竟是在等待戰爭結束，暫將餐廳視為避難所，還是各自盤算住什麼大計劃？作者未作詳述，留給觀眾想像空間。無門口的餐廳更進一步向觀眾表明，這是個孤立的空間，讓人如同觀賞金魚缸般觀看餐廳內的一切。人們天性喜愛光明，當我們欣賞此畫時，自然將目光聚焦於明亮的餐廳內部。但畫家提醒我們，所見現象無法改變，帶給觀眾一種無力感。總結而言，這幅作品帶給人虛幻與孤立的體驗。現實中，我們難見整條街道漆黑一片，卻有一家商店光亮耀眼。這告訴我們，即使身處光明之地，若周遭充滿不穩定與黑暗，我們也難以感到快樂。對現代人而言，這幅畫提醒我們不能獨善其身，以為世界混亂而自己能安然無恙，冷眼旁觀。近期美國與以色列攻擊伊朗，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，導致全球石油運輸中斷。無論身處何地，大家都感受到油價上漲的壓力。以筆者私家車為例，油價較戰爭前上升數百元，漲幅驚人。由於全球化，世界各地息息相關，昔日孤立政策已不合時宜。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接觸看似遙遠的事物，終有一天，這些事物會走到我們面前，影響我們的生活。